大家好，我係特約主持人阿妙，先補祝大家聖誕快樂。我哋幫2025年倒數之前啦，都想趁呢一個時間同大家回顧一下2025年有邊一啲嘅人和事，我哋必須要記住，同埋仲有啲咩問題係未解決，要繼續跟進。今年要數到邊一件事，大家一定要記住，同埋要睇到實嘅啦，一定係大埔宏福苑嘅大火。大火已經發生咗1個月啦，居民呢段時間究竟點樣過啦？我哋不如一齊聽下佢哋點講。雜誌社就喺大火1個月，同過唔同災民傾過，仲讀緊大學嘅希莉啦，佢本身就係住喺宏福苑最先起火嘅宏昌閣，亦都係大火當中79名幸存嘅傷者之一。事隔咗1個月啦，我哋問翻佢當日嘅情況啦。佢都話仲記得好清楚啦，被困火場呢9個鐘頭嘅經歷。希莉話都諗過好多次，自己係咪可以平安咁樣行出呢一個房門。我哋一齊聽下佢講翻當時嘅情況。最有呢個嘅陰影嗰一幕就係我見到宏盛閣嚟嘅4、5點嘅時候呢，30幾層呢全部都係火嚟，冇咗外牆嘅。我已經諗過好多次，到最後係會點？我亦都好驚係最後係被燒死嘅。呢個諗法係不停係咁樣出現嘅。咁直到呢，就即係入夜呢，咁我嘅爹哋媽咪就話呢，宏昌呢嗰個火勢呢已經受控咗啦。睇下消防員幾時救到我嗰度嘅啫。咁去到大概夜晚嘅11點幾，聽到呢爆門嘅，可能大概20分鐘度啦。行出去嗰下都覺得係幾震撼嘅，因為屋企度門爛晒，而且出面啲牆係燒到滿目瘡痍，見到嘢係溶爛爛。行咗2步之後呢，咁消防員就話小心前面有火。嗰陣時我就覺得嗰個地下呢係辣辣地嘅。咁跟住一路行嘅時候，見到呢近 lift 嘅嗰2個單位呢係真係有啲火嘅。咁我就覺得如果係即係再遲啲知唔知燒到過嚟啦，咁可能我都冇噶啦。跟住行到落去最底嘅時候，我係完全唔認得嗰度係邊度嚟嘅。個大台應該係燒到冇咗噶啦。咁我出嚟先知道，原來我已經出咗嚟啦。希莉話好多謝消防員將佢喺火場救翻出嚟。出院之後都有去翻宏福苑嘅現場嗰度獻花。佢話好難形容親眼見到自己成長地方燒到冇晒嗰一下感覺。佢又話喺火災之後有一段時間係咩都唔想做啦，好攰同埋冇乜動力。但佢覺得唔可以再俾自己咁樣落去，就開始逼自己要將個心由火場嗰度跳翻出嚟。我哋一齊聽下佢點樣講。因為唔會有其他人可以包容我哋咁長嘅時間。我冇得同我講話我平復唔到嘅心情，所以我可能校成會 gap 1個星期。你翻工嗰啲亦都唔可以話，因為我心理上面搞唔掂，所以我可能要放一個大假，即係都要用翻平時做開嘅嘢去強迫自己去 back to normal 咯。如果唔係就會 move on 唔到咯。希莉話點樣面對冇咗宏福苑嘅生活主要都係要靠自己去調節。但仲有好多嘢災民係等緊政府俾佢哋一個交代。我哋一齊聽下佢點樣講。最重要點解要查翻清楚所有嘢呢？係要還翻俾咁多位過咗身嘅人一個公道，同埋你都要令到嗰啲人嘅屋企人家屬唔好覺得佢哋嘅屋企人係死得不明不白，即係還翻個公道俾佢哋。我唔希望政府真係令到呢件事不了了之。住喺宏泰閣嘅黃太一家亦都係今次火災嘅幸存家庭之一。佢話火災當時屋企得返老爺同埋佢9歲嘅女。好彩有唔識嘅街坊肯幫手，喺走火警嗰陣就攬住佢個女，一路就由樓上跑到落地下。佢個女同埋老爺先至可以平安走出火場。黃太話喺火災之後呢個月最主要都係忙住申請唔同嘅援助，終於喺近排就安排入住過渡性房屋。佢好多謝各方嘅有心人出錢出力幫佢哋度過冇屋企嘅呢1個月。但佢話如果當初政府嘅監管做得好啲，就唔會有呢一件事發生。而災民失去咗嘅係事後做幾多嘢都補唔返。我哋一齊聽下黃太點樣講。大家喺嗰度生活，裏面有好多好珍貴嘅嘢收埋咗喺屋裏面，咁就冇咗。呢啲係錢賠償唔到嘅嘢啊嘛。我知道係可以追溯呢個唔知精神賠償定乜嘢，咁係咪錢就可以cover到我嗰個咁大嘅創傷呢？失去咗屋企人，你賠唔到嘅，即係講話已經拉咗工程公司唔知乜嘢人咁樣。即係我哋大人去諗，梗係要拉佢啦。咁我個女話拉咗佢啊，咁有咩用啊？死咗咁多人，就算殺死佢都冇用啊！我呢一句嘢我好深刻啊！
即係佢賠條命，其實佢賠唔到啊。對於呢一排咧有好多嘅爭拗，同埋對災民咧有一啲嘅批評，佢就認為啦，呢一啲對災民嚟講啦都係另一種嘅傷害。我哋一齊聽下佢點樣講。而家我哋冇咗間屋，即係嗰個唔係天災啊，擺明係人禍啊！我哋係俾人害到我哋冇晒所有嘢。我哋而家爭取只係攞翻我哋原本有嘅嘢咋，咁都唔得啊！你問我呢，我係好想佢快啲重建又好，咩都好，我係好想要翻宏福苑嘅。我知道有啲街坊，譬如佢會好驚，會有心理陰影，我明白嘅。但係仍然有一班街坊真係喺嗰度出世，又或者其實3代人都喺嗰度，真係好想原址住翻。同黃太一樣啦，好想翻去宏福苑嗰度噶啦，仲有今年已經70幾歲嘅楊生同埋楊太，咁佢哋就同我哋講啦，而家仲會成日諗翻起呢個住咗41年嘅5星級的家。楊太咧就特登攞翻以前喺屋企個窗嗰度啦，影出去嘅海景俾我哋睇。楊生話啦，喺屋企望出去吐露港嗰個景咧，嗰種靚法啦係住喺淺水灣都未必感受得到，好掛住以前嘅屋企。雖然咧知道機會好微，但咧佢都希望啦政府快啲話俾佢哋知，會唔會有機會咧翻去宏福苑嗰度住，望翻佢哋好掛念嘅呢一個風景。宏福苑嘅重置方案啦，仲等緊政府公佈，相信啦都要去到2026年先至有答案。集誌社咧會繼續跟進，2025年應該要有結果，但仲未有答案㗎，就包括物流署掟冒牌水呢件事，10幾名涉事嘅公務員啦要接受紀律調查，同埋點樣處理同性伴侶關係替代框架呢兩個問題。其實審計署喺10月嗰陣啦，就已經完成咗啦掟冒牌水呢一件事嘅事件調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啦就話會展開紀律調查。當時就話啦，有10幾名嘅物流署同埋庫務科做緊嘢嘅公務員啦，要接受呢一次嘅調查。就連啦原本已經獲頒發啦銀紫荊星章嘅前物流署署長陳家信啦，亦都因為呢件事就冇得出席勳銜頒授典禮。而負責幫手啦做紀律調查嘅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劉艷啦，當時就有提過，希望喺2025年底咧就會完成調查。呢一份報告暫時就仲未見到，一有消息咧就會再同大家跟進。至於就同性伴侶關係設立替代框架呢一件事啦，原本終審法院啦俾出嘅限期啦，就係喺2025年嘅10月27號之前。而負責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啦，雖然喺7月嗰陣啦係有提交過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不過呢一條草案喺9月嗰陣啦就俾當時嘅立法會以大比數否決。我哋暫時咧就仲未見到政府咧有提出啲乜嘢嘅新措施。我就同啦當年嘅入稟人啦岑子傑傾過呢一個問題。會唔會擔心啦？最後冇行動去落實終審法院嘅裁決啦？岑子傑就話啦，呢件事係政府仲未落實同埋完成嘅憲制責任，未有新方案之前啦，唔代表啦政府乜嘢都唔使做。我哋一齊聽下佢點樣講。政府話要做行政措施，立法會所有議員都贊成用行政措施。行政措施既然大家都話係要做嘅時候，咁咪做咗先。憲制責任係仍然要落實嘅。嗰2個關於醫療嘅決定，指明捐贈器官、領取遺體、幫伴你處理遺產嘅事宜，全部都要做。懲教嘅探視，包括一啲共享福利嘅一啲嘅事宜，咁呢啲都係可以用行政去做嘅，你咪做咗佢咯。希望佢哋真真正正地喺嗰個行政措施上邊做咗先。頭先講過嘅呢幾件事啦，我哋會繼續跟進，但一啲慢慢消失嘅人啦同埋組織就需要大家好好記住。喺香港啦，已經有30年歷史嘅民主黨啦，由成立去到解散啦，可以話係香港政黨興衰史嘅重要見證。1994年啦，港同盟同埋匯點正式合併就變成民主黨，成為香港啦第一個嘅民主黨派。仲喺1995年嘅立法會第一屆選舉啦，就攞到19個議席，成為當年議會嘅最大政黨。去到1997年啦，雖然立法會就坐唔到直通車過渡，但喺第2年嘅立法會選舉啦，民主黨啦就一口氣贏翻13個議席，做埋當時咧立法會入面嘅最大黨。不過之後咧，民主黨經歷過幾次嘅退黨潮，
喺2010年啦，更加因為冇參加5區公投啦，同埋走入中聯辦呢啲嘅爭議啦，令到佢哋喺議會入面嘅議席咧就減少咗，要等到啦2016年先至重新成為啦立法會最大嘅民主黨派。去到2019年嘅區議會選舉啦，民主黨更加喺452個議席入邊啦，就攞到91個議席，做埋區議會嘅最大黨。但好景不常啦，喺2020年國安法生效之後啦，因為民主黨嘅多名議員啦先後被拘捕，仲有區議員辭職啦，同埋被 DQ， 再加埋啦立法會選舉改咗制，民主黨亦因為咁啦，喺立法會同埋區議會都攞唔到足夠嘅提名入閘參選，喺議會入面啦就正式清零。我就同啦民主黨最後一任嘅主席羅健熙傾過，佢就覺得啦民主黨由成立去到解散啦，有好多嘅選擇同埋決定啦，係有唔少嘅爭議。但咧無可否認嘅係啦，民主黨喺香港嘅歷史上面咧係有一定嘅角色。我哋一齊聽下佢點樣講。我哋作為第一個叫做以政黨形式出現嘅一個民主派嘅團體，我哋當然就好想爭取一個民主嘅政制啦，一定係好想有一個普選嘅特首立法會啦。咁呢樣嘢就未做到啦。呢一個我覺得一定係其中一個最大嘅遺憾、可惜嘅地方嚟嘅。即係民主黨無可否認就係對於香港歷史上面係有佢嗰個嘅位置喺度咯。我哋喺個歷史上面都係曾經去令到香港有一個比較開放啲嘅土壤，特別可能喺回歸初期咁樣，可能我哋係其中一個有份嘗試去開拓公民社會嘅一個政黨一個團體咯。喺歷史上要點樣睇民主黨，我覺得係代議政制法治非常之重要嘅一個見證人啦，又或者係參與者啦。當我哋都要解散嘅時候，我會話係即係成個遊戲規則嘅轉變，而家個政治環境嗰個做法同以往嘅唔同咯。係以往我哋嗰套可能就係已經唔再可以喺而家呢個政治環境裏邊再繼續持續嘅一個表徵。而爭議冇民主黨咁大嘅社民連啦，亦都喺2025年創立19年呢一個時間啦，就宣布解散。解散當日啦，就特別揀咗啦，用零化飛灰，不作浮塵做佢哋記者會嘅主題。而社民連啦，最後一任嘅主席陳寶瑩就話啦，佢本身啦都有諗過社民連呢係可以維持到2026年成立20週年嗰陣嘅，但因為啦強大嘅政治壓力，最後啦都被迫決定要解散。佢話啦，社民連喺2025年啦走到盡頭，要喺香港社運史啦鞠躬落台啦。多謝市民支持嘅同時啦，亦都話啦，飛灰仲有光，仲有熱，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變成一粒嘅飛灰，保持住光。2025年啦，因為不可抗力同埋國安嘅理由啦，仲有好多嘅表演啦同埋活動突然間被消失，包括啦香港大學聯院會嘅大埔火災悼念活動啦，浸會大學學生會民主牆嘅火災悼念標語啦，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喺浸大舉辦嘅35週年回顧展，莊梅岩嘅舞台劇《我們最快樂》，仲有周冠威嘅新作《自殺通告》，同埋鄭伊健啦喺東京嘅演唱會等等。而香港電台啦，亦都喺10月嗰陣就要求8間嘅大學圖書館將包括咁多年嚟鏗鏘集等等嘅過萬件館藏啦，全部都要下架。表演啦同埋資料睇唔到啦，將來或者有機會用其他嘅方法可以睇得返，但離開咗嘅人啦，我哋就只能夠靠回憶去懷念。一直關注囚權嘅前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啦，喺2025年就離開咗大家，到而家都差唔多1年，不過仲有好多人係好掛住佢。社工出身嘅邵家臻啦，一直都好積極參與香港嘅社會運動。曾經喺大學做過講師，亦都創立咗啦社工復興運動。做咗立法會議員之後啦，佢就繼續走喺社運嘅最前線。不過就因為啦佔中九子案啦，就被判8個月，冇咗教職。喺2020年就再辭任埋立法會議員。之後邵家臻啦就專心關注囚權嘅問題，仲創立啦關注囚權嘅組織石牆花。雖然石牆花啦運作咗1年左右啦，就宣布解散。但邵家臻之後啦，都有繼續協助有需要嘅在囚人士同佢哋嘅家屬。喺2024年嘅11月啦，邵家臻就確診患胃癌，亦都因為啦癌細胞已經擴散咗，直至到2025年嘅1月病逝，終年55歲。
邵家臻離開咗之後啦，都仲有唔少人記得佢嘅生日。喺6月嗰陣啦，都有幾十人喺佢嘅 Facebook 嗰度留言，祝佢生日快樂，同埋啦希望佢安息。我就同啦邵家臻生前嘅戰友曾醒祥傾過，除咗佢之外啦，都有唔少邵家臻生前幫過嘅在囚人士同佢哋嘅家屬啦，都有記掛住邵家臻㗎。我哋一齊聽下佢點樣講。佢呢幾年念念不忘嘅一定係囚權啦，專注喺關注場內嘅人權利啊嗰樣嘢咁樣。有時可能真係一啲好微細不過嘅事，譬如爭取康樂棋啊、雞翼大隻啲啊之類呢啲，其實可能真係好微細嘅，但係其實對入邊嘅人嚟講，嗰樣嘢就係一啲好溫暖嘅嘢咯。即係當然阿臻接觸咗好多人啦。其實如果我哋數字上計，阿臻呢幾年在囚嘅手足或者家屬數埋都有300人以上嘅，有啲會緊密啲啦，長期接觸啦，有一啲就可能係一次半次咁樣。長期接觸嗰啲咧，可能佢好相信阿臻最後一程，但係完全身不由己咁，個人都唔喺外邊咁係，咁所以就問翻我哋可唔可以有一啲最後嘅致謝。我其實係會陪佢一齊去拜啦。最多謝阿臻就係喺佢哋最艱難、最孤立無援嘅時候，阿臻願意陪伴左右我。阿臻係做得好 deep 嘅，即係佢唔係純粹接觸下就算嗰啲咁樣。咁佢嗰個陪同係社工訓練係有啲唔同咯。阿臻佢係懂得如何接住啲家屬啊、嗰啲哀傷啊、嗰啲無助啊，失去咗呢個戰友啦，呢一年都係好難過嘅。係可能以前遇到咩事嘅時候，都可以隨時隨地都同呢一個戰友分享分擔咁樣嘅，甘苦與共。而家就每逢一有呢啲咁嘅挫折挫敗嘅時候，只能夠諗起佢，但係就呢個人就已經永遠不存在嘅。即係阿臻有好多金句啦，其中一樣嘢提醒我哋嘅就係暗室點燈啦，絕處種花啦。咁佢成日都提住我哋就係無論個時代幾差幾黑暗，我哋都要喺陰溝裏仰望星空咯。2025年啦，我哋除咗失去之外啦，有一啲嘢咧係重新再出現翻嘅，好似喺支聯會啦，佢交資料案嘅終極上訴啦，就因為控方遮住太多原審文件上面嘅資料，終審庭呢就一致裁定係會令到被告啦冇辦法有公平嘅審訊，判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啦，同埋常委鄧岳君，仲有啦徐漢光嘅終極上訴得直，亦都係啦國安法案件啦第一宗上訴得直嘅案例。另外啦，好耐冇出新歌嘅何韻詩喺聖誕節之前就出咗新歌啦，仲喺12月20號啦，同埋莊梅岩組成野豬聖誕樂團，拉埋歌手黃耀明啦，一齊去到已經結咗業嘅上環建山書店外面，就搞咗場戶外嘅表演。雜誌社咧都特別趁年尾呢個時間啦，送呢首由何韻詩同埋黃耀明合唱嘅《今天應該很高興》俾大家。新一年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同埋訂閱雜誌社。燈影串串，我將說今天的姿彩媲美當天，用了數天，反覆百遍。我將心聲附加祝福上天寫文，為你自在美真，很多新打算，話你要在澳洲，天天溫暖，望望照片。追憶串串，某一個熱鬧聖誕夜重現幕前，永達共大熱唱詩，歌聲多最甜，秀麗伴在流文件，溫馨的臉，多麼多麼的高興，多麼多麼的溫暖，快樂人共鳴。今
天應該很高興，今天應該很溫暖，需要變幻想彼此在面前。這天燈影串串，報章說今天的姿彩媲美當天，用了數天反覆百遍，我將心思附加祝福瞬間寫滿。我獨自望舊照片，追憶起往年，我默默地又再寫，彷彿相見。多麼多麼的高興，多麼的高興，多麼的溫暖，快樂人共並肩。今天應該很高興，今天應該很高興，今天應該很溫暖，只要